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带来的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2025年1月1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降薪，医生降薪2024年年底12月的最后几天，传来了深圳很多医院开始降薪，这个风也刮向了全国，让这个医生这个行业2025年充满了这个叫阴郁的色彩。这两天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医院的这个降薪的截图在流传，说有医院开始只发基本工资，也就是什么绩效奖金都没了。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年底医院面临结算资金不足，也就是缺钱，所以除了基本工资其他都不发。网上流传说关于工资发放的通知全体员工，说首先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，由于临近年底，各医院面临保基金年终清算的情况，目前医保局暂停了医保基金的拨付，这给我院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。院领导对大家的生活保障问题高度重视，经过领导批示，决定在今天先发放基本工资，以保证我院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。绩效奖金会在随后几天发放，请大家放心。我们深知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付出，为医院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也非常无奈，但请相信，困难只是暂时的。院领导正积极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，确保大家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再次向大家表示歉意，感谢大家理解与支持。这只是一个医院的他说了后面绩效会发，但是既然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困难，说明这个绩效想发也很难。如果那么容易，他就没有必要在这儿左道歉右谅解了。院领导积极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。实际上医院降薪，医院晚发或者不发绩效，这个大家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搜出很多，对吧？咱们节目都介绍过好几次。你比如河南洛阳的什么医院拖欠工资还有什么社区医院拖欠工资9个月。这里面让大家最感到这个震惊的就是广州、深圳的医院开始降薪。大家都知道深圳的医院医生工资相对也可以，但是它主要是靠绩效，基本工资扣完五险一金以后那你那点钱在深圳很难立足深圳对吧，比较发达比较富裕，都已经这样，那你说其他地区医生的收入状况根本没有办法保障，对吧？这些情况恐怕大家想象一下都能想得到。以前咱们都说三甲医院肯定要好一点，但是现在三甲医院日子也不好过。南京的三甲医院降薪幅度很大，很多人说从5000多降到1000多，甚至基本工资加夜班费加绩效加起来不到5000。这是南京的三甲医院。而现在病人越来越多，工资越来越少，做的事越来越多，说院里对我们越来越苛刻，领导还一直说我们不上进，这样的工资这样的护理部，我们拿什么去上进？上进有意义吗？没有一点意义。所以现在只能摆烂。他们平常每个月的绩效也只有1000多，这一次打4折，只发400。刚才说到这个广东的医院网传广东是降薪20%，所以医院降薪潮已经轰轰烈烈在2024年末展开。降薪的风还是刮到了医院，铁饭碗也开始生锈了，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北京、上海也一样，降得多的你比如广西都已经降了好几轮了，绩效减15%，夜班改到15%。北京的三甲医院说降30%，活还一样多，但是钱拿得更少。福建的基层降了30%，山西普降2次，说山西医生连醋都快喝不起了。山东的市级三甲医院不仅降薪，有的还直接通知1年只发10个月工资，只保10个月的，馒头也快吃不起了。江西省的头部医院就是排前3名的工资都降了。说陕西的医院呢，有的医院直接降薪一半，然后这个河北、吉林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北、安徽全部在降，就整个的医疗系统、医院、三甲的社区医院、卫生院都在降。这个最难受的应该是那些刚入职的年轻医生，他本来工资就低，上来就遭到当头一棒。还有那些正在医学院苦读的学生这一下更加迷茫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？我这里不再讲这个咱们医疗系统的改革，什么3名模式，对吧？什么医保基金，也就是说医院走到这一步，它不是单一原因形成，它是多因共振的。但是你跟经济下行还是有密切关系。本来这个医院是旱涝保收现在医院难以为继，对吧？医生工资发不出来，医生降薪，怎么就搞到这样的一个绝境上？不管怎么说跟3年前的那个口罩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口罩事件实际上花掉了很多原本是医保的，据我了解，很多地方政府把这医保的钱都还没还上，缺口非常大。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化债。大家仔细回忆刚开始的时候
口罩期间啊，这个核酸检测是走医保，是医保掏钱。后来国务院出了通知，核酸检测由地方政府掏钱，不能走医保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通知？实际上是把那医保的钱花了，这么花下去，医保的钱就花空了。最后紧急刹车，对吧？由政府去筹集资金，政府从哪儿筹集资金？所以这个钱啊，现在还在亏。这也是我说的，很多做核酸检测的企业，很多中标的企业，很多盖方舱的企业等等啊，恐怕它的应收账款现在还拿不回来。那现在各个医院资金困难，你看看，主要是医保的基金停止拨付，医保的基金啊，它抠得严了，那医院的钱就少了，医院的钱一少，那医生的工资奖金就发不下来，就要降薪。大家应该看过新闻吧？有很多地方要求退口罩期间的防疫补助，医生还有一些这个社区工作人员、基层工作人员，他们当时啊都有防疫补助啊，这个都要退啊。你看啊，这网上截图啊，说各临床科主任接我院财务科通知，已下发的2023年国家新冠抗疫补贴的15.36%将在本月个人奖金中直接扣除，再由医院统一打款至政府指定账户，请科主任给予传达到科室，如有疑问可联系财务科。你看看这个才叫紧退款啊，把那个抗疫补贴15.36%啊，这个直接从你的工资里扣，然后打到政府指定账户，这不就是紧退款吗？这说明什么？当然了，我刚才说了，造成医院当前困境的还有其他原因啊，但是这些恐怕是直接原因、主要原因。所以啊，医疗系统的降薪轰轰烈烈拉开帷幕。有很多人呢不太知道5000块钱收入在国内到底是什么一个水平，或者说啊，在国内拿多少钱叫高薪，这个降薪20%，降薪1000块、2000块意味着什么？有很多人没有直观的了解。下面啊有一个视频，对吧？中金公司啊，他把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啊进行了分级，划了几档，大家可以对照的看一下，看看5000块钱月收入意味着什么。大家看视频啊。普通人的真实收入到底是多少？看完这组数据呢，你可能会很震惊。中金数据把我国14亿人的月收入分成了11个等级，快看看你的工资到底排在什么位置。第一级呢是月收入为0的人群，主要是老人和小孩，有546万人。第二级是月收入0到500的人群，大概有2.15亿，这部分人已经占据了总人数14亿的1/7。第三级是月收入500到800的人，大概有2.02亿。像农村地区以种地为生的老百姓，大多数都在这个等级。第四级是月收入800到1000的人，大概有1.24亿。他们主要在村里打零工，这4类人加起来大概有5.46亿。这也认证了之前官方所说的，我们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。第五级呢是月收入1000到1500的人，有2.43亿。在所有的等级中，人数是最多的，大多数是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，月收入就在这个水平。第六级是月收入1500到2000的，有1.72亿，大多数都是兼职、短期工，非常的不稳定。第七级是月收入2000到3000的人，有2.03亿，可以说是达到了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。第八级是月收入3000到5000的人，有1.56亿，也就是目前大多数打工人的工资。像以上8个等级，也就是月收入在5000块钱以下的，总共是13.28亿人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月收入5000块钱以上，就已经打败了全国95%的人了。你还觉得月入1万一点都不多吗？不要觉得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月入过万，月入过万对于没学历、没背景的普通人来说，真的非常难。很多人不相信，说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月入过万呀。其实这就是互联网的聚集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。网络会把很多小概率的事件聚集起来，反复出现，大家看多了就会把小概率事件当成常规事件，于是很多人呢就看不上这个工作，也看不上那个工作。要知道，现在呢，小区保洁、保安的工资就在2500到3000左右，商超的收银员工工资在3000到3500，洗浴中心、餐厅等服务行业的工资普遍在3500到5000。工厂流水线的工人12个小时倒班也才5、6千块钱。至于说装修工、水电工、木工、瓦工，一天也能赚个2、300，不过确实都是辛苦钱。对比之下呢，很多人觉得还不如送外卖，每天认真的跑10多个小时，一个月也能赚个8、9千，关键是薪资能日结。这对于有经济困难的人来说可以应急，另外工作还很自由，如果碰上家里有事，可以在跑单的途中回家照应。送外卖也不像其他的工种那么累，这也是很多人失业后把骑手当做最后兜底工作的原因了。
换作是其他的工作，收入太少真的不行，毕竟要养活一大家子人。而骑手在蓝领里算是高收入群体。至于第9级是月入5000到1万的人，有6328万人，这个收入对于职场人来说，可能已经是中层小领导的水平了。第10级才到了月入1万到2万的人群，仅有784万人。很多人的相亲条件就是要求对方月薪过万，但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真的少之又少，属于凤毛麟角了。赶紧对照着看看你的收入能达到哪个层级吧。由于这个社交媒体的这种效应啊，让很多网友啊误以为月薪过万很容易很常见。实际上呢，我已经说过，你只要是你的工资里面还真扣了个人所得税，那你呀恐怕你的收入在全国排前5%，这没有一点问题。你要是达到你卡上的工资啊超过1万块一个月，那你应该是落在那个全国1%、2%那里面，这个恐怕很多人都难以置信啊。刚才这个视频啊是从个人收入来看的。那么如果从家庭收入啊，这还有数据，根据相关数据推算，全国存款超50万的家庭数量相对较少。从银行统计数据来看，我国拥有存款超过50万元的家庭不到518万户，在全国约4.9亿户家庭中占比大概1%，也就是全国的这个家庭数啊大概5亿。那我们整个家庭存款超过50万元的只有500户，500万户啊，所以如果你们家存款超过50万，那你是在家庭里面啊，你也是排1%，绝对的头部啊，1%的家庭，百里挑一啊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我国14亿人口中，存款超过50万元的大约占0.3%，就是个人啊，个人账户超过50万的只有0.3%。以此比例计算，全国存款超50万的家庭数量也就在几百万户左右。但是要提醒的是啊，这些数据只是大致的估算和统计，实际情况呢，恐怕因统计口径、地区差异、经济发展变化的因素而有所不同。总之，这个数是可以参考。存款超过50万的个人只有3%，我认为啊，这个恐怕都已经高估了。实际上我们银行里面是吧，几十万亿的存款，那个属于2%的人。我记得中信证券它不出过一个数据吗？90%几的人的存款只有1万元，所以说有3%的人存款达到50万，这个恐怕这个数字都有点高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全球啊都是这个趋势，在这一块啊咱们也并不特殊啊。就是今天的消息啊，全球最富有的500人在2024年更进一步，在马斯克、扎克伯格和黄仁勋的带领下，这群亿万富翁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，总资产净值达到10万亿美元，全球富豪500强2024年财富总额突破了10万亿美元。当然这个跟美国科技股势不可挡的这个涨势啊有很大的关系，起了关键作用。受这个科技股对吧暴涨的影响，还有什么埃里森、贝佐斯、戴尔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，他们的资产也是水涨船高。仅这8位科技巨头资产在2024年上涨就超过6000亿美元，占到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追踪最富有500人 1.5 万亿美元资产增幅的43%。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全球的趋势都差不多，就是钱在往少量人手上集中，我们恐怕也难以免俗啊，恐怕集中的更厉害，对吧？2%掌握了98%的财富，90%的财富，13亿多的人人均存款只有1万元。刚才说过了啊，这些数字啊未必那么精确，但是它有极强的参考意义，对吧？这种精确的数字谁也拿不出来，统计局告诉你了你也不信，对吧？统计局说你工资收入涨了6%，你不是没感觉到吗？所以看了这些数据以后啊，如果你有份工作，对吧，一个月收入有好几千块钱，如果达到你卡里有5000以上，那你应该知足，应该感到很庆幸。至少在国内啊，不要被那个社交媒体上，对吧，那些动不动就月入几个 W， 年入几百个 W 的，不要被那个带偏了。今天这个3联生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，叫当一个33岁国企硕士自请保岗降级。你看啊，大家都拼命的保自己的这个工资保岗位，这里还有人自请调岗降级。我们看看这3联生活周刊他是怎么说的啊？他报道了有一个人呢在国企的遭遇，他说幸运又不幸运的，我在2018年成功上岸一家国企。他说幸运的是因为早2年毕业，成功避开了疫情和经济下行期间的就业问题。不幸的是，他说这似乎是我苍白人生努力之后能达到的最高峰。他说作为一个
本硕都很普通的大龄文科女硕士，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就业市场并不占优势，所以早早就开始了为就业而奔波，先后参加了国考、省考、地区人才引进，期间穿插了数不清的校招，终于在毕业前为自己争取到了4-5个选项，纠结最后还是选择了现在这家单位。也有朋友劝过我，好不容易考上公务员就不要轻易放弃，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维持一份近距离的稳定感情更需要。至于前途，我努力总会挣得到，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相信的。他说由于招聘岗位不同，我们比普通生有着更长的实习期和更严苛的培养环境，实习期长达1年，1年之后还要参加本单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转正。单位的老人私底下说，都是大学生了，肯定能考过，考不过留给领导的印象差，影响以后发展。于是好不容易脱离题海的我又捧起了书本，开始了刷题之路。当我拿着第1个月2000多块的工资时，硕士在国企1个月2000，他说我告诉自己再坚持1年，1年后转正就好过了。1年之后的发薪日，我满心欢喜的以为终于可以涨工资了，结果迎来的依然是冷冰冰的2000多。咨询了负责人事的干部后，得到的答复是领导太忙，没有时间开会，等领导开会讨论决定后，我们才可以正式转正。这一等就又过去了3个多月，在入职16个月后，我们终于转正了。他说就在我们以为工作终于步入正轨的时候，一纸文件随之而来，即所有新招聘的大学生必须在基层锻炼至少3年，规定是统一的，但是执行起来就有快有慢。有些兄弟单位认为对研究生没有强制要求，于是研究生就很快评上了助理职称。有些单位又觉得19年下发的文件不针对18年招聘的大学生，于是和我们一同招聘的人很快就被定了岗。而我所在的单位一视同仁，即日生效，把我们放在基层，开始了漫长的锻炼期，算上本在基层一线的试用期，整整4年零4个月。也就是作为一个硕士到国企之后，在基层先干了4年4个月。在我还对单位抱有期望的前2年，我欣然接受了我需要基层锻炼的理念，和男生们一起抽烟，和女生们一起八卦，在他们恋爱旅游间隙思考我还可以怎样提升自己。单位说缺少能写文章的人才，我就一遍一遍的琢磨公众号的风格。领导说宣传工作很重要，我就把新闻稿改了又改。当我的写作能力在单位小有名气之后，同事的先进事迹，直属领导的工作总结，单位的历史严格，甚至不同部门的科研课题，我就都成了首选的可以帮忙的人。这些年我在工作之余，通过论文、宣传稿、迎新词、工作总结等，得到过不少像紫砂杯、4件套，甚至空气炸锅的小礼品。还有单位人事依据要多写作，我们很缺这方面人才，仿佛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，永远缺人，永远鼓励新人，然后永远缺人。在基层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体力劳动，内容单一，风吹日晒，起早贪黑，时间自由，可以充分了解企业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模式，可以日复一日的对工作和人生产生疑问，再自我消解。他这个应该是在国企总部入职，但是呢要到国企的下面2级公司，就是生产前线，这叫基层。这个国企的下面子公司因为是一线，所以说那个管理又不一样。他说这个单位现在大部分职工都是子承父业，就是早些时候退伍就可以分配进来，又或者父母退休了，子女成年了就可以直接接棒，这叫顶职再或者年轻一点的职工，成绩一般，专科毕业，没有太多技能，父母在单位招聘时报个名，参加个面试，就和我们成了同事。也就是说他到基层之后他面临的这些同事人家进来相对容易，都是2代，子承父业，他是过5关斩6将。然后这个女生她说工作第1年，一个男生考公上岸辞职了，工作第2年，有个男生就业了老家的国企辞职了，工作第3年，先是一个男生毫无征兆的辞职了，没过2个月，又一个男生考公上岸也辞职了。他说至此当初一起报道的同事已经走了一半。由于行业的特殊性，他说我们的工作经验离开现有单位适用率为0。这个不光是他们就是你在国企上班离开国企这都一样，都是适用率为0。它这也意味着待得越久损失越大，对吧？你要在国企干10年，你那个时候遭到裁员，基本上是比码农还要惨。他说我也
不是没有想过辞职走人。工作的第3年，我差一点就辞职了。你看看一个硕士在国企里面的内心的这种挣扎呀，这叫围城。没有进城的羡慕进城，城里面的羡慕城外的。他说我又上岸了一个地方的人才引进计划，已经入围体检了，但我再一次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转而向家人寻求帮助。我的家人又一次没有让我失望，他们给不出任何意见。在他们眼里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该结婚生子，而不是天天想着跳槽。你问家里人本身就是叫问道如盲啊，确实有很多人啊，你上了研究生了，你凡事还问家里人，就说明还没长大，终究是个大宝贝啊。他说最终我横向对比了一下薪资待遇和生活环境，还是放弃了入职，留在了原单位。他说也是在同一年，我在极度焦虑和冲动之下，从老家把户口迁出，并且瞒着父母在高位入手了一套小公寓。好消息是还贷压力不算大，坏消息是他好像烂尾了，本该去年7月就交房的，6月份收到一份延期交付通知，延期半年后12月底悄无声息的延期了。这次是连个通知也没有了，项目部人去楼空，能查到的也只有业主投诉开发商的新闻。他说啊，我只是想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不用和同事们挤在宿舍，也不用在不想回老家的休假日无去可处，有个可以充分发呆和随意躺尸的地方。以前看社会新闻总觉得事不关己，现在时代的一粒灰终于落到了自己头上，才发现真的是沉重如山。后来啊，他们单位新项目开通运营，我们也终于有空出来的岗位可以安排。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也是充满干劲，总觉得自己要把工作做好，一定不能拖后腿，不能让别人觉得研究生也不过如此。他说因为职工犯错啊，我负有连带责任，被整整训斥了3个月，并且写了书面检讨，每天开不完的会，交不完的资料，检查现场，职工培训，对接外包单位。他说我经常赶在食堂关门前1分钟冲刺进去，吃点冷饭后再返回办公室加班，晚上12点还在回复群消息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同事借用了我5年前的文章上交，我不喜欢原地踏步，但是可以旧瓶装新酒，有时候也是一种智慧。他是因为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每次和朋友见面单程要花费3个小时，休息日起个大早，来不及吃晚饭就得往回赶。至于薪资待遇确实上升了一些，但也还是买不起房的程度。我逐渐开始失眠烦躁，控制不了脾气，期间也和其他同事聊天，约朋友散心来缓解压力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我还是患上了焦虑抑郁症。你看看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分到国企，这个短短的5年里面就把自己折腾成了抑郁症。后来这个女生啊就请假回家去调养啊养病等等，然后中间又经历其他同事辞职，就是纷纷在国企待不下去了。触发我彻底选择躺平的转折点在年底，他说我的牙齿出现了问题，经常在晚上疼得我无法入睡，牙疼发作的时候感觉半边脸都是肿的，三叉神经在蹦迪，完全无法思考。我去了医院，完全治好需要至少5次。我想和医生约周末，结果医生周末不上班，只能我用周中请假去医院。我当时脑子里浮现的是我上个月因为请了一次病假被扣200多块钱。在写调岗申请的时候，我思考了很久，什么才是我理想中的工作？是当初为了感情放弃的公务员，还是当初应该去当的初中老师，还是有规有矩的地方政府，或者是现在这份平时加班节假日值班的国企？好像都不是。我仿佛无法从这些工作中找到任何价值，我也早就失去了重新选择赛道的年纪和机会。看着我的领导们，我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，开不完的会议，加不完的班，24小时单位待命，每个月回家2次。我的牙疼算什么？有个妇科拄着拐杖都还在坚持上班呢。他说自请降级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他自己申请降级，也就是彻底躺平。我一直很清楚，好好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可是连生活都没有的时候，努力工作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或许有人知道吧。这个就是3联生活周刊刊登的一篇关于这个一个女硕士她的国企这个心路历程。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国企好，央企，这个女生写的这些是符合大多数人的这种经历的。不光是国企央企，实际上政府也一样，事业单位也一样，他们更多的是
束缚，而且这种单位啊，你待的时间越长，你就越完蛋。这个女生就是这样的，跟她一起去的同事啊，一起报道的那些人，纷纷途中啊，有的考公上岸，所谓的上岸，有的辞职，最后就她留下来了。那最后还是躺平。还要说到医院啊，你看这个医院事业单位呢，对吧？跟国企啊那是半斤八两，某些地方它比国企地位还高一点。那毕竟政府还给他固定的发一部分工资啊，对吧？连医生都不好混呢，你国企不好混太正常。所以说啊，我一直说啊，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呢，刚毕业的人或者正在找工作的，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国企、央企什么考编、考公当做你的这个上岸，尤其不要花时间在上面。你说费个2年3年的去准备这玩意，完全不值当。应该啊，一毕业就走向社会，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汪洋大海里面去搏击啊，这样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失业不失业的，反正你每天都在失业之中。正因为你每天都在搏击，所以说啊，无论过了10年，到了35岁、45岁这种人嫌狗不爱的年龄啊，你也不用担心。反而是那些，对吧？一毕业就进入大的单位、大的机关，他们抗风险能力非常弱，一旦出现变动，那都是灭顶之灾啊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